嘛是和车有关系话题。高雄市市区停车位大家拢知讲有够歹找，有一寡民众看到富有车位无人停，规气阵违规停车，引起到颠倒有心的老母或者是载细汉囡仔的人塞车停无位。高雄市交通局即马处理会当讲是掠真严，4个月来拢总加查到1600外件，嘛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，安尼才袂互警察开罚单。 车驶入去停车场，定定是几落连续，也是拢找无停车位。有的民众为了省时间，看到画做份红仔色的，互妈妈停的车架，就直接违规甲停落。停这个车位的是车上搭乘有孕妇或是育幼6岁以下的儿童。那我们希望在那个前挡风玻璃的明显处呢，放置相关的识别证明。 高雄市交通局加强稽查，4个月内就查到1600多件没有放识别证的车辆。如果经查发现全数违规的话，市府也将进账高达100万的罚金。交通局为着避免开唔到罚单，嘛进一步做稽查，因发现1000外件内底，全部敢若3成是确定违规的，还有7成是有符合标准，煞无申请证明的。 现在全高雄市呢，总共有278处的停车处所，总共设置了1420个孕妇的专用停车位。法令是规定裁罚新台币600到1200。那以高雄市的话，如果我们一般会裁罚600块。为今年6月开始，违停的人就会罚款。交通局嘛希望民众会当靠公德心咧，做伙维护有心的妈妈甲爱载囡仔的人的停车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